来看国家自导中心伫四县市计共是有1400多户的社会主体，今仔日是开放申请哦。高雄的中式安基有859户，那弱势族群哦，厝势佮加管理费，逐个月上少是免5000块。今仔早起9点开放申请哦，毋若网络塞车，现场嘛有侪民众在排队。 车到早起9点，走行的总是安基社会主体，都有230位民众走来排队，等要申请登记在拄完工的社会主体。民众讲，有货啊，要伫外口睡厝真歹找，尤其厝税嘛无俗。若是会当抽到社会主体，至少毋免阁为着大的问题伫烦恼。感觉就是有一个窝吧，因为外面的房子的话，有限制年龄啊，限制学生啊，也很多限制啦。这边比较好，怎么说？环境嘛，安静。 这个离街上也比较近嘛，交通方便。对呀。到4月底为止，高雄的社会主体数量，中央企业有19833户，员工的有669户，高雄市府企业有3000多户。国家自导中心表示，这摆开放申请的中式安基分作4栋，是目前高雄上大的社会主体，拢总有859户。登记的时间到7月初8为止，按算10月初9抽考啊。就是住户只要有晶片金融卡。 或者是自然人凭证，它插入读卡机之后呢，它可以跟政府的 MyData 系统直接串接，所以所有的这个申请需要所需的这个资讯内容可以一次带入。是年长者或者是对于这个线上申请的话，他可能电脑操作上比较不熟悉的这些民众，我们提供实体点的服务。登记的头一天，伫咧组件鉴定甲数据行政中心，拢有出现排队人潮，大部分拢是对网络操作较袂晓的民众。不过可能是因为申请的人伤济，对咧网络也出现塞车的状况。自导中心呼吁，申请的时间有1个月，毋免抢紧，大家会当月中的时来申请，尽量避开人潮。记者柯家如高雄高雄场报道。